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的9月17公视台语台的播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佫新增加3个武汉肺炎带病入境患者，对台湾倒转去菲律宾的人的劳工验出致病，医师嘛讲，要去了解菲律宾检验的过程。美国国务院的 Keith Clark 处国务卿下晡就会来到台湾访问，9月22日投资欧洲的论坛也要开幕。双十节的宴会头一摆要伫台南举办，目前饭店已经90%满啊。台南市政府也提醒民众，若要去台南，都要量早安排甲计划。我咱朋友，咱先来看讲，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佫新增加3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这3个病例是有对缅甸、对英国、甲对菲律宾倒转来的台湾人。到即阵，国内计共已经503宗病例。咱等下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新增3例的境外移入的个案哦，那这3例分别是501到503。是40多岁的女性从缅甸，还有20多岁的女性从英国，跟30多岁的男性从菲律宾的境外移入哦。那这3位都是从今年2至3月之间到当地工作。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现在有503例的一个确诊病例。当有6个对台湾倒转去菲律宾的劳工入境又佫验出武汉肺炎。指挥中心这边说明讲，因这6个拢是伫台湾有劳工场做事的外国移工。医学专家也指出，无共国家验法无共，咱嘛就要去了解菲律宾检验的过程。总无讲台湾都无国内的病例，煞有遮侪人出国就去验着。有6个到台湾登去菲律宾的移工，已经采检强验出新冠肺炎确诊，目前已经控制接触者进行后续的疫情调查。不过这项消息嘛，互外界烦恼讲，移工伫咧台湾的接触数，敢是会致使疫情扩大？有专家认为讲，可能性并无悬。必须要了解菲律宾他所做的那个检验是用什么方法做的。如果是抗体的话，它可能代表它是很久以前的感染，跟那个它是不是在台湾感染就根本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抗体检验它会有准确度的问题，它的准确度的问题会比核酸检验还来得大。比如说是核酸检验，它是不是有可能伪阳性呢？专家指出，有部分国家地区的普遍体检毋是核酸检测，是拄抗体来看。不过这无法度代表讲是最近感染的，而且除了安尼以外，更有假阳性、假阴性的可能，所以也阁会甲菲律宾了解检测的方式。移工的话，如果你做好那个境外的那个旅客的一个管制的话，我想在台湾是没有问题的。台湾对于境外的移入的个案的防范，一方面是合法的、非法的，这些都要去做加强一个防范。李炳彦说明，大陆型的国家地区甲预防偷渡客可能会带来疫情，不过台湾属于海岛，这方面的无确定性会小可降低。不过也是爱严格防范偷渡，而且落实境外检疫。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卫生福利部会同高雄市卫生局，伫咧9月17点大树查到一间幸运企业社，竟然用医疗喙罨的外盒仔底普通喙罨，佮已经销360盒落市面。生产内底迄寡喙罨的厂商，就是进前捌进口中国货的嘉利科技。卫生局当嘛讲，民众若买到顺益利即牌由幸运包装出品的喙罨，就会当倒转去药房办退货。顶头印红仔的咖啡色的活性炭喙罨。后壁标示厂商是顺益利医疗活性炭喙罨，掩果内面2号是进前进口中国製非醫療用喙罨，但伫咧醫療用喙罨未到生命地通路的前國家的嘉利公司的喙罨。因为它有剩它的一些盒子，送了一些空盒，所以他把顺益利的医用口罩的这个盒子里面放了这个嘉利一般台湾制的口罩，本局立刻就要求他能够下架回收。卫福部食药署南管中心随即会同高雄市卫生局到台州区的幸运企业社调查，发现标示甲内容有无符合的喙罨总共360盒，其中339盒卖予5间药房甲2间公司，剩的21盒是直接卖予一般民众。卫生局讲，民众若买到顺益利的喙罨包装顶头各印幸运企业社，会当提起原本买的所在退。至少我给他吃了，他可以分给很多客人都有的买到活性炭口罩。对，我是基于这样，那当然也是不对就是不对，就是不能用这种方式。虽然分装了提起杯，如果甲嘉利公司的虽然男做伙，双方是毋是有利益关系，一个等待检方调查。
卫生局也讲，这款蓝莓水庵虽然有通过检验，不过无用他人的水庵名做包装，已经违反药事法，会当处5年以下，或者是并科新台票2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的消息，美国国务院的 Keith Clark 处国务卿下晡就会到台湾。伊也是两国断交以来有来行卡到上届关卡的美国官员。不过 Clark 讲有要主持台美经济商业对话会议。外交部吴钊燮部长是讲这站也在讨论。吴部长嘛宣布投资欧洲的论坛随要开幕，这也是咱的国际贸易一项大进展。面对台美 BTA 敏感话题，外交部长吴钊燮正低调无回应。伊强调，美国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湾，主要是要参加李前总统对苏礼拜，并且拜访总统蔡英文等官员。也若是开经济对话代志，伊讲涉及层面伤过宽，也搁伫咧讨论台美经济对话这件事情。因为涉及的层面是相当的广泛，我们台美双方还在就各层面都还在讨论当中，相关的台美经济方面的这些议题，来进行讨论，为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些对话做好所有必要做的这些准备工作。克拉克是美国国务院自从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上关层级的官员。即便咱方已经解除美国杜巴加美国古巴进口限制，台美 BTA 撤签协商的事情，各界拢正注意。但驻美代表处也正伫咧就经济对话形式议题事情，甲美国方面做讨论。除了台美关系深化，再去吴钊燮伫咧参加投资欧盟论坛的记者会，这也是捷克参议院议长韦德奇访问台湾了，台欧关系更加进一步。欧盟投资论坛会伫9月2日举行，欧洲经贸办事处处长高铁夫对台湾全力招商，希望台商伫咧疫情过了，会让去欧洲投资，增加台欧经贸合作关系。是有利可图的市场，这些在欧洲的台湾投资，还有利于提升台湾在欧洲的知名度和地位。吴钊燮强调，台欧双边投资的力量愈来愈增加，期待后礼拜投资欧盟论坛会当有更较侪官员加台湾的企业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中国解放军的飞机再三逼近，但国防部也参考日本，开始伫网站发布即时军事动态。昨就公布出，有两架中国海面的巡逻机侵入来到咱西南边的半空中。另外 Reuters 这个国际性媒体嘛报道，美国计划要搁卖台湾7种主要的武器系统。专家就分析，这就是咧警告中国，唔通存心要进犯。共军伫咧最近直连扰乱台湾，造成咱空防正大压力。国防部出招反制，比较日本防卫省架设即时军事动态网站。第16自动公布共军2台运8反舰机入侵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得到军事专家的肯定，会当帮助国人了解台海现况。特别开辟了即时军事的动态，主动发布共军军机侵扰的动态消息，就是要让外界以及国际上都能够了解这些作为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第一个就是说空军有所戒备，然后第二个就是说，让国人知道说，其实。国军是有所准备。国防部讲，主动公布共军的动态，让外界了解共军压缩侵扰咱国的防卫空间现况，也向国际发声。不过，共军正明显无视国军的作为，第17派军机再一遍侵扰西南空域，波人的意味正高。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3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会很脱离。面对着美国甲中国伫咧比军力。台海局势紧张，路透社报道，美国再度计划要对台湾军售，甲过去分配军售无同，这边就配合台湾7项主要的武器系统，包括无人机会让监控加瞄准海平面以外目标，低飞行水雷会让防止共军自海陆反台。特别注意是，一个 M142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
若是佫搭配陆军的战术飞弹系统，射程会当到300公里，直接攻击中国的军事据点。能够精准地掌握到那短稍纵即逝的一个电磁讯号，然后当你能够掌握住这个电磁讯号之后，再透过类似像鱼叉公路反制的这个巡弋飞弹，或是海马斯这样的火箭，能够对对方的这个源头进行打击。当然能够获得这些武器，对我们的防卫作战能力会提升很多，这是一件好事。美国唔但是对台湾军售，也派美国国务院次卿克拉奇伫17访问台湾，南洋帝国警告，不可能会触动中国的敏感神经。并中国真正伫咧17各地东海演习，要反制美国方面挺台行动，也再度引发台海紧张的局势。记者综合报道。早起行政院院会特别说明讲，分农保的农民当已经开放遐用口头约束，甲人拔农地来做事的，还有饲芳的，甲迄寡伫河川的工地咧种植的，拢会当参加。另外农委会也表示，会加强宣传农民职业灾害保险，望讲会当达到有80%的农民拢来做伙分，做伙参加。那经过这2年的宣导，其实它的覆盖率从去年大概10%几，一直拉到3%，所以我们有信心它至少可以拉到80%。我们透过农民职业灾害保险的这些原因伤害的原因，能够让我们提出一些因应的作为，去让农民针对这个部分能够更有效率的去预防它的伤害。明年初农业保险法特别实施，行政院嘛指示农委会，都要准则中央甲地方的财务，调度农保的给付，甲县部农业天然灾害救助的办法，通好建立财务稳定的农保制度。明年也要开办的农民退休假金，政府会含农民同齐提拨，互做农的也含各行各业同款，有通顾甲食老。过来讲，明仔载立法院就要搁开议。不过，当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甲赵正武这4个立委，拢还搁收押禁见的咧。总是新会期开始，司法机关若要搁继续收押立委，照宪法征收条文的规定，就是要行文征求立法院同意。但游锡堃院长也表示，望司法院一切决定，拢都要尊重宪政，照步来。立法院18特别开议，不过苏振清、廖国栋、陈超明、赵正武等4个现任立委，拢因为牵涉所国食钱案，伫8月份去用收押禁见到达，是国会全面改选以来头一改款。立法院长游锡堃17表示，希望讲会当查核清楚，不过4个人2个月扣押期就要满，若是司法机关决定讲要伫咧会期当中继续扣押，以宪法增设条文规定，需要函文定书立法院同意，不过办院函文敢若是通知，不是定书同意，可能会造成立法权甲司法权的争议。立法跟司法分立而制衡，那我们希望司法院能够尊重宪政，就说他们的所有的处理，希望都能够合乎宪法的规定。这件事情因为事关重大，有关于宪政机关之间的三权分际如何去拿捏，我觉得未来可能院会里面或者委员之间，我们要来进行好好的讨论。除了这些立委，佮加上因为牵涉查扣案日间的立委保困期无去用剃夺公权，立委的身份也搁伫咧，所以薪水嘛照领，助理的薪水嘛照分，有牵涉到执行业务的费用才停分。在野党立委嘛呼吁讲爱修法。在立法委员行为法当中，去针对不管是在羁押期间，或者是判刑确定之后。如何在他的权益上面做处理，这个一定是要修法的。所以我想也可以建议这个院长尤院长，是不是对这个法规的检视呢？国会有一个这个讨论的过程。立法院18开议，行政院长苏贞昌同港会带领相关部会首长，针对开放BD美国议题进行专案报告，而且比质询。国民党党团嘛已经表示，爱苏贞昌身体立场改变来回实例，预计出现你一句我一句的状况。游锡堃是表示，尊重国际党拢有家己的主张甲政策，其他委员拢会当理性问责，互立法院的议事顺利。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2天前罗马教廷和中国有协议，表明讲中国天主教会主教教宗有同意权。但教廷国务院的院长嘛表示，协议期间到，教宗会阁签字继续。另外教廷可能也有意要伫中国设代表处，两边的高官也会安排会面。总是咱国外交部是表示，会阁密切观察情势变化。
前副总统陈建仁伫咧任期真侪届代表台湾出访教廷，而且甲教宗方济各见面，双方一直保持真好的关系，嘛显示台湾之间的交情。毋过梵蒂冈若像嘛甲中国愈行愈远，限期2年的中梵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就伫要到期。教廷国务院长帕罗里嘛证实，教廷有意思要继续，这嘛是教廷最近以来头一届针对中梵继续签约的议题来表态。中方愿同梵方保持密切沟通，推动协议继续得到良好实施，推动改善关系进程取得更多的进展。这项临时协议表明，中国天主教会主教的人选教宗有好决权。传出讲，教廷的高层讲，教宗方济各已经签字批准延长协议2年的时间，而且内容无变动，嘛未甲香港纳入去协议的范围。就等教廷正式公布。毋过另外一方面，天主教的杂志美国期刊公布讲，教廷希望伫咧中世代表处，而且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见面。外交部，我们对于不具名的来源的报道的内容或他们所延伸的臆测，外交部向来不会具体的评论。教廷曾经多次的对外公开的表示，梵中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是在处理教务的问题，不会触及政治事务。外交部，我们将密切的观察相关情势的发展。中梵断交70年，即摆若是拢同意延长临时协议的效期，毋若关系变好，可能会去影响到台湾的邦交。学者嘛认为讲，宗教关系往来对中梵双方发展未来正式外交关系是有帮助。毋过嘛是无法度一概的达成。他不同意教廷的教宗随时来看中国教区，这一点如果放手的话，那当然双方的外交关系又跨前了一大步。中共敢是同意教宗随时去看伫咧中国的教区？学者认为讲这是一个观察的指标，因为中国对宗教一向拢有真侪限制。若是主教任命协助延长，嘛代表中华关系更较瓦紧。梵蒂冈是台湾唯一的欧洲邦交国，针对这个现象，袂当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9月16日，美国的司法部起诉5个中国的电脑工程师甲2个马来西亚的生理人，因为因经过网络游戏game诈取金钱，甚至中国政府阁半目开启。这就是咧夺取人的智慧财产。尤其起诉书内底也提起讲，台湾、香港、美国拢总10外间大学拢有电脑去互人侵入探查资料，危害自由。美国司法部指控5个中国骇客甲2个马来西亚的生理人共谋，涉嫌针对时信游戏公司网络犯罪，透过诈欺摕到游戏当中的物件甲货币，而且佫摕去卖。To steal source code, customer account data, and personally identifiable information. Also defrauded video game companies through manipulation of in-game resources to increase their illicitly obtained income. These for-profit criminal activities took place with the tacit approval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其中3个中国籍的嫌犯，捌伫咧中国网络安全公司担任高级经理，涉嫌用网络冒用别人的身份来洗钱。That's a billion-dollar industry, and defrauded them of in-game resources. 2 of the Chinese defendants stand accused with 2 Malaysian defendants of selling those resources on the black market through their illicit websit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a demonstrated history of choosing a different path, that of making China safe for their own cyber criminals, as long as they help with its goals of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stifling freedom. 起诉内底嘛讲到，台湾、香港、美国等10几间杰出的大学，拢有原本受到保护的电脑防入侵。2018年到2020年之间，因伫咧超过75个服务器当中，看过至少4200份的文件。美国司法部表示，5个中国嫌犯伫咧中国是逃犯，因为美国甲中国并无引渡条款。2个马来西亚的嫌犯目前已经互抓到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1966年，中美洲这一国巴贝多斯宣布脱离英国独立。不过，伊原是大英国协联盟的成员，尊重英国女王是国家元首，会当任命总督。9月15日，巴贝多斯的总督宣布，明年庆祝独立55周年迄阵，因就要对君主立宪改变制度，加入共和国，取消英国元首女王的地位了。15国会新会期开议，巴贝多总督梅森蒂斯宣读总理莫特立下的公告，讲新的一期相关的政策内容讲，巴贝多独立超过半世纪，有完全自治的信心甲能力。伫要放弃的君主立宪制，伫2021年11月份脱离英国独立55周年的时阵，会转做共和制。
取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国家元首的地位。The time has come to fully leave our colonial past behind. Barbadians want a Barbadian head of state. 巴贝多是加勒比海地区较发展、人口较侪的国家之一，要靠糖业出口，后来转做观光甲金融业的经济形态。嘛捌有葡萄牙甲英国殖民的历史，还佫捌是英国欧陆的贸易中心。虽然1966年脱离英国独立，不过因选择加做大英国协的一份子。英国女王是君主立宪体制国家元首，巴贝多总督是伊指定的。针对转型做共和制，巴贝多政坛真侪年来一直有相关的讨论。过去几啊届政府拢有在推动。2018年加做头一个女性总理的莫特利，嘛是为支持共和制的巴贝多行动出来。即摆就伫要完成啊！针对这点，北京汉宫表示，巴贝多的事务也是爱巴贝多政府甲人民家己决定。也若加勒比海前英国的殖民地，差不多拢是大英国协的成员，当中嘛有国家改做共和制，包括盖亚那、千里达托贝哥、多米尼克等等。虽然英国女王毋是国家元首啊，不过也是大英国协的成员。记者综合报道。倒当然关心下晡上届新国内大消息，因为明年就要搁加开放美国猪肉、牛肉进口，外界近来特别关心食品安全的问题。当中大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就去台北市迪化街永乐市场探访这个担头家，了解看有啥问题，大家做伙来设法排解。我们希望在进口端就可以控制肉品它的销售流向，这个在肉品进口的时候用相关的条码就可以管控它所有的流向，这个以现在的科技来说应该并不困难。第二个部分，我们希望在食材的可以达到溯源的程度，也就是我们在相关的饮食场所，跟我们这些散装食品的零售端，我们希望能够清楚的标示。今天来到这里，主要是要看看说这样做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去解决。那我们一起来，那也非常高兴台北市政府本于职责，对这方面非常的重视。我也看看刚才副市长所讲一些，那都是我们未来要一起合作的事情。卫生福利部陈时中部长和台北市黄珊珊副市长同齐去视察迪化街美国猪肉产品记载来源的示范区。过程中，也有当着民众呛声表达不满，总是陈部长也强调讲，目前所定出来验出正肉精的用温量确实是真严。为着要让民众更较安心，也会继续沟通说明。再来讲日本的国会投票选出新首相，是加有死迄个菅义伟。台湾和日本的往来敢会有变化？学者是分析讲，新首相打算会继续挺台湾参加国际上的组织。不过，若经济贸易这方面，日本的要紧福岛5县市的食品要出口，台湾是望要签经济谈判的协议，这拢真值得搁再观察。荷兰叫做是内伊娃欧吉桑，今年71岁，当选日本自由民主党总裁的菅义伟，暑假又失地9月16就任，成做日本第99任的首相。选过7年被高挂过安倍政权结束，菅义伟暑假伫咧安倍晋三2006年头摆当选总理的时，就被任命做总务大臣。伊也伫咧安倍任内做上久的内阁官员长官，会当讲是安倍非常信任的人。学者认为菅义伟就任了后，一定会继续安倍时代维持台湾和日本友善的关系，也会替台湾加入国际卫生组织。不过，在经济和贸易的这部分，也有一寡挑战。马政府后期或者是蔡政府之后，就非常稳定的，而且民间的这个彼此的感情也很好的。不过当然台日之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福岛县食品的一些问题，还是稍微有点障碍的。不如果台湾和日本这阵并不是邦交国的关系，加上日本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接受北京一个中国的立场，日本和台湾的互动定定白卡白手。学者认为，台日的关系若要深化，要安怎重新启动经济伙伴协议 EPA 的谈判，会是一个观察的重点。台湾甲日本的一个投资的保障这个协议，离马前总统先做一半，对吧？咱剩的这个一半，我都来继续无吼，就是台日会使来签一个EPA，和咱台湾甲日本的这个贸易关系都较好。台湾是日本第4大贸易伙伴，去年去日本的台湾人就有500人次，对日本来台湾的人也有200万人次。台湾和日本也是印太地区重要的民主国家。随着暑假菅义伟就任，台日的关系会安怎有变化，也是各界关心的焦点。记者民进田有随台北报道。
我来关心今年蒜头季，市面一袋斤普遍爱甲2.5，对9月开始下一开的蒜头又搁要补了。云林沿海的农民嘛讲，打一分地敢若蒜种就爱到5万块，只有是检种过来占多。云林地检署也已经追查出9组大盘，拢总吨450吨的蒜头，但嘛请厂商都爱提供进出货的信凭，会详细查明敢有不法。 9月份是云林沿海蒜头的种植期，不过今年蒜头的价销大概斤是250块，比去年增加超过1倍。真侪农民是买袂到蒜种，干那用手头有的蒜种，种偌济算偌济。有农民讲，干那要种1分地的蒜头，成本至少要5万块。差不多一半，因为成本的话，去年没那么贵，今年比较贵。 对啊，就种的钱的话，跟种子的钱跟那个工人不算的话，就种子的钱可能就要4、5万。云林蒜农是表示讲，要种1分地的蒜头，超爱200到250袋斤的蒜种，佮加上压肥、管理，佮有工钱。烦恼讲未来采收会了本，干那会当种较少，也是种其他的作物。为着要让蒜头的价销较稳定，云林地检署邀请公平会、调查站、管府农业处做伙来研商，定出专品稽查、重点侦查的原则，来共同会商，那检讨我们前几波的那个行政稽查的情形，那。 就相关的不愿意配合或者有隐匿的那个厂商来进行那个后续的侦办动作。云林地检署表示讲，目前县内进行3个行政稽查，包括好尾、关长、启动、理论，当时5个乡镇，总共9个所在超450吨的蒜头，而且会甲厂商提供的进销货单提转去了解，安尼敢有违法？嘛含农政单位建立联络的方式，拒绝任何农产品封压介绍，维护个人的消费权益。记者综合报道。 咱过来讲，智慧型交通工具，也就是电动车这个产业顶下游的业者，早起做伙出面，发出2030年电动奥多麦要有顶35%的市场。业者嘛表示，近来电动车的市场有落3成落去，可能是政府搁咧补贴石油的奥多麦来锁底。众人也大声争取，电动车真需要政策来斗支持。 就是说，今年电动机车的销量下滑是事实，而电动机车的市场占有率几乎是一个腰斩的情况。那很大一个部分是消费者可能转买了油车，因为今年政府提供了台湾民众购买油车可以享有补助，这会让台湾成为全世界现在唯一一个是有补助燃油机车购买的国家。要推广电动机车，其实真的需要政府推一把。 参加这边会议的成员望讲，经过同齐联署来要求政府，会当加强推动电动机车的产业。嘛咧质问讲，政府哪会继续补助石油车？这分明就是和世界的潮流行颠倒边。众人也望讲，社会会当赶紧有共识，做伙建立2030年电动机车顶市民新车的比例达到35%这个目标。 2015年，环保署嘛要定出目标，按算到今年 PM2.5这款细粒用叶粒一年当平均的含量，要降低来到1公尺数方15微克。不过过2冬标准就测落来到去年大概18微克就好。今年佫通过讲15微克的目标，会当佫按3年才达成。总是环保团体嘛望讲，政府就要佫较拍拼。 社会是愈来愈关心空气污染的危害。马政府捌伫104年设定今年 PM2.5年平均达的高度要降到每立方公尺15微克。不过蔡政府上任了后，时间已经调整。环保署解说，当年的空污分析，境内污染占57%，境外43%。不过境外污染要掌握是较困难，所以务实检讨。3年外之前，就已经先把目标调整做108年，要先降到18微克，目前嘛已经达到标准。高雄。 跟台南这边改善的情形，尤其比我们北部的来的多得多哈。108年的一个监测的情形是16.2，所以也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值。今年5月份，环保署阁提出109年到112年的空气污染防治方案，已经经过行政院协定，确定马政府所设的今年 PM2.5达到15微克的年平均高度，然后3年到112年以来达标。 环保团体认为，讲境外污染确实无法度控制，地理空气污染确实有伊的复杂性。不过，这个政府敢真正尽全力来减少污染吗？
我们其实是希望环保署各个部门以及我们不管是这个交通的部门还是经济部，都应该要想清楚，怎么样在空污的末端的污染防治之外，在产业面也能够想办法去下手。环保团体认为讲，就算全台湾 PM2.5年平均高度降到15微克，毋过中南部的空污重灾区离这个理想的数字也有真大的距离，所以认为讲，干那看全台湾的平均数字，无法度保障中南部民众的健康，呼吁政府爱对症下药，互中南部的空污会当有更较大幅度的减量。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当年旧历的7月尾，就是苗栗湾里上界闹热的时阵，因为拢总有300外担的生理人会汇集做伙。原来就是湾里的市场固定经伫咧7月的上尾日普渡，望要互好兄弟啊食好饱才转去。经过9担、30担，规模煞愈来愈大阵。咱嘛正做是地方上界出名、关鬼门的夜市，一年当才1摆尔。火车头拄卡子向袂煞，小小湾里火车头用一笔大批人雕，全部拢是为着这一年一度限定版的夜市啊！期待。从哪里来？新竹专门坐火车过来。对啊。就还蛮热闹的这样子，对啊。每年都会来参加。对，几乎。火车头前日甲满满，摊商火是切甲光光，无用伫做生意。不管食的还是点的，算也是用的，拢会使一概来满足。透过空拍一看，敢若涂骹皮画上几个黄金的十字，看起来真壮观。而人条实在是太济，就连细夜市的人条嘛会塌掉的。不过摊商是无应该真欢喜。目前这样还算不错了啦，对啊，算还可以的啦。哦，排很久，排了多久？我没有看时间。苗栗湾里这个大型夜市啊，规模绵延1公里，汇集了300外单位，会使讲是苗栗海线限定特色。当地人士表示，每年旧历7月2到这天，湾里市场都会举办普渡，希望最后搁再为落好兄弟嘛来求平安。而近几年规模是愈来愈大，沿街道来嘛变成地方一大特色。每年普渡完以后，这个允许他们都有做修饰的动作。刚开始是几摊没有那么长，大概100公尺长，结果现在人越来越多。公所表示，9月起超过1万人潮，不过因为防疫，受提醒民众必须要挂喙安。而这一年一度当地第一个夜市，除了为着苗栗海线带来商机，嘛充满着满满的人情味。记者苗栗采访报道。来看东部的消息，花莲县政府当地凤林镇咧建设一搭会当收容350只流浪猫、流浪狗的动物园区，但已经用要完工落成啊！地方煞有民众出来反对，讲到即阵才知影这片建设的用途。啊，不过县府也表示，过去拢捌举办过说明会，一切就拢有照定事件。这是凤林镇林经理要外受访客的报话，这座特别完工的建筑，就是花莲县政府起的狗鸟育动园区，内部会当收容350只流浪动物，占地面积是8888平方公尺，总预算是开1.3亿。它会是全台湾最漂亮，而且是最具示范性的一个园区。它整个环境是采绿建筑、重生态、低干扰的方式在处理。毋过在地居民所批评县政府完全无通知，特别员工才知影讲是要收容流浪动物，除了烦恼饲猫饲狗会有排泄物的污染，嘛无法度接受县政府这种先起则讲的做法，尤其是附近还有一个部落。政府都没有跟我们沟通，包括我们凤林镇公所、凤林镇民代表会，也都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部落族人最起码要有知的权利。针对部分县政府是8会，对104年到108年都有开过说明会。这座狗鸟育动中心的排放完全符合标准，而且附近4公里嘛无卡价，完全袂影响居民。104年在争取这个计划的时候，就由县政府在大礼堂召开那个公听会。另外在108年区域座谈，不管是2月、5月的时候，都有进行相关的一些说明。在地居民强调，讲县政府的公听会应该来现场举办。县政府是表示，所谓定数完全合法。这座狗鸟育动园区超伫今年11月份启用，旧的流浪动物收容中心会搬来这。若是有动物的遗体，会送去北部，还是合约的厂商遐收。记者综合报道。
同款继续来看花莲，来讲进前县内台湾电力公司送电配电的设备，拢有发生雷公卡着，至少9月初9、11甲12一寡地头纷纷失电的情形，这也造成真侪点仔头家困扰，讲生理是真受影响。台电这边嘛表示，初期一定会加强改善，甲雷公司引互开的设备，以免这款问题一再发生。突然间就大停电了。餐厅灶骹规个暗面幕看袂清楚，员工都爱伫黑暗当中做工课，真侪徛家嘛拄着同款的情形。厝内电火开关要是无反应，连街仔路的青阳灯嘛拢袂倒，造成交通大乱。这是顶一日花莲连续几啊天，因为运输配电的设备受到雷击，致使当地失电的情形，互当地居民是感觉真困扰。在每个地方大家都不能营业，生意都不知道怎么做啊。这有影响到生意吗？当然啦，没有电我怎么做啊？花莲初9因为雷击，直到暗暝电线系统故障，包括凤林镇受风向在内6个乡镇市14万户受到影响。11伫北部自厝变电所嘛因为雷击，电流各样跳电，超过3500户无电通使用。那12是凤林变电所接去玉里的直高压线路受到雷击，电压向降低。那花莲有线电视的业者表示，3届向跳电，至少要100台机上压迫歹去，互因是头壳摸咧烧。台电送电的时候，瞬间电压可能会比较大啦。有时候停电的话，你可以把总电源关掉，等复电的时候再来开总电源。像这种事故停电在恢复供电的时候，因为它是3项同时复电，所以一般用户的用电设备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哈。台电表示，未来会加强预防雷击的措施，避免类似的情形搁再发生。也有民众烦恼讲，厝内电器可能伫咧电来的过程当中歹去，伊是强调讲这袂有影响。不过，若是民众有疑虑，建议会当甲总开关或者是重要的电器开关先关起来，等电来了后再搁开开。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去年5月，有机农业促进法开始实施，用意就是要鼓励农友行对有机的种植之路来。不过早起是有按高雄上北做有机的农民出面陈情，因为在因咧看这条法律有较不足，甚至佫会颠倒增加要说农地来做事的困难度。众人嘛望农委会会当斗排解。保障有机农业租金优惠。拄高雄内有机农民17上北去立法院陈情，因为有机农业促进法去年5月份开始实施，1年多以来是出现真侪问题。做有机农业10年的农民表示，租土地改换有机的票啊，毋过租金却比原本贵5%，后手会阁增加，而且租土地嘛变阁较困难。我说这个租的地好像这个山上取经啊，困难重重啊。台糖你提出申请之后，你听到有机，我要申请有机标。他说：“哦，不行哦，你这个有机，我们现在总公司有规定哦，成熟在1年之内啊，你不得变更哦。你如果从事这个变更的话，我们将要跟你科罚。哦，比方最重要的第6条、第7条跟第31条，怎么样来修正？”针对租金变贵的问题，台糖回应讲，除了租金有互因10年至20年的保障，租金冇拍折。行政院啊，经济部的一个对于那个疫情的关系，我们再减2成哈。因为有机农业促进法的主管机关是农粮署的农业主宰组，不过学者认为讲暂期上低有调整的必要。目前在执行中的这一期计划，大概我们4年的总预算大概是46.11亿。那我们在拟定这个有机农业促进方案呢？另外，台糖捌清点25000公顷的优良农地并带互营建署，学者认为讲应该针对这块土地，伫咧各县市国土计划功能分区卫生的状况，召开专案会议，统整检讨这块优良农地配地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今年双十节的烟火有史以来头一摆伫台南举办，但一寡饭店的房间照看也已经9成满啊。台南市政府估计讲，市郊会有超过30万人来到地，但提醒有意要行脚到的民众，都要量早安排甲计划。烟火放甲闪闪时，互众人是看甲目睭唔甘呢。2020的双十烟火会伫台南安平举办，台南各大饭店也趁这回假期拼生意。虽然离双十假期要过2-3礼拜久，不过台南市上关有37间楼观的饭店，也过安平海边附近会当看到烟火的旅社，订房率也已经来到9成。那我们现在的订房的状况已经达到9成了。那预估呢，就是在连续假日的这段期间呢，是会做满房的一个状况。
我们饭店所在的地点非常方便哈，距离今年的国庆烟火，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然后如果到周遭任何的景点的话，都是走路蛮多可以到的，很方便。双十烟火头一回từ大南邦特别经từ地势空旷安平海边，管旅局也推出5个上好的欣赏地点，邀请民众到店来欣赏烟火。这个我们的主舞台，我们的安平的恋爱广场，还有我们的副舞台、关系平台、四坤生跟我们的台湾船园区哦，这些都是可以欢迎民众到时候到现场来参与。台南观光旅游局提醒，这回双十假期有3天，有个双十节会有30万人到台南，准备去台南佚佗的民众就量早规划。观光旅游局也推出最多台南在地旅行路线，包括坐老龟、行海港等等，欢迎民众最好来台南行搭游览。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教育来讲，今年5月，教育部发布教育国际化第2代新政策，计划未来6档要投资10亿来辅导国内1/3的中小学，会当参加学校国际化的认证。最近又搁公布50项详细的标准，让大细间学校会当一幕一幕照办。其中有一站建立学校内双语环境，就是真重要、真主要的目标。含全美国87间的私立高中甲代表，实情分享台湾的防疫经验。前2年阁送学生到美国、日本交流。师大附中推动国际教育成功，近期嘛计划要请国外的师资来到学校教课。目前我们其实是会觉得，真正的学校的国际化，除了说让老师接受训练，我觉得很重要一环是外部的师资也要能够进到中学来。虽然无专门的国际处，也无像大学有请国外老师的经验。蔡主任讲，对教育部公布的学校国际化6大项目来看，人力国际化会是上大的挑战。也那其他的国际化目标，包括校园国际化、行政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国际同伴关系，只要有资源，就拢总无问题。专教总提醒，指标定出来是为着要提供学校方向。上惊的就是国际化，干那做表面。说学校的一些双语的标示，但这些东西贴在那边，如果没有去运用，没有去把它变成一种学生生活的一个常态的东西，那它只是一个复制的风景而已。教育部指出，国际化认证是鼓励性质，学校会当按自身的状况参加无同的认证。那学校进一步争取到学校国际化奖，经过审查方式，就会使大生摕到国际参访和交流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咱换来看新北市环保局利用园内分化路边的大片的草坡地，开辟一片示范的农园，种做青菜果子。完全拢无用到农药，原来就是经过饲鸡毒糖来烧草。尤其这步佫1减2个，1年当会当加收上万粒的有机鸡卵。大门前这片菜园，往过是一片的杂草，占地差不多1000平方公尺红草农园，内底不管是青菜还是水果，完全无撒农药，是透过饲鸡鸡仔的毒涂骹甲草的特性，甲杂草烧了了。虽然收获无多，但是大家做啊就欢喜的啦。咁来做，毋是讲要赚偌济钱，就是大家见面讲哦，咱今仔日落生花那生汉高，就欢喜的。我觉得我来到这里有一种回归土地，然后我也觉得我跟伙伴都这样的觉得啦。我们对这个地球，对这个环境，其实无形中在你每次来参与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地球、这个土地是有一些回馈、一些爱护。在鸡条这边，只讲捡鸡卵，捡甲真欢喜。讲饲鸡不但会使斗不草，逐工阁有超过30粒的鸡卵通好捡。规年落来有上万粒的产量，卖出去会使当作农园的营运基金。大家都知道，这除草剂对我们环境啊、对土壤啊、对水质都有污染的问题哈。所以我们在推广这一块，就是用生态的方式来管理杂草。
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呢，让我们杂草得以管理，而且让这个土地变得更漂亮。为着要有这个成功的经验分享给民众，环保局这2个月拢总规划10场的教育宣导课程，招民众实际参与，体会生态管理的好处。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镜头刷落来来讲，屏东县政府的客家事务处近来要培养旅游导览的人才，来消解家当的小价古厝、涨价上楼、私人步道，这个地方的文化建设。上知影讲来报考导览人员的人数真多，客家事务处也宣布录取的名额会增加到50名，尽量栽培人来斗宣传乐队客庄的特色。红色的厝下门口也有大水池，看过去真有古味。屏东县嘉东乡3级古迹永熙宗祠已经有超过90多年的历史啊！过来行一点路，就看见这间1910年起的涨价上楼，英国当地居民拢会踮遮看野球、买杂货。为着推广客家文化，屏东县政府将这挂出名的地标规划做导览行程，要栽培导览的人才。我觉得这个在县政府能够有专业的协助之下能够让这些相关的导览人员提升他的导览的专业品质，能够把这个地区的整个特质，还有客庄的一个建筑文化之美呈现出来。在咧当地长期驻心，在咧保存文化的嘉东文史协会，即准备来做是6队客庄文化体验的示范训练基地，要训练导览员在咧小解小家古厝、私人步道和西闸门啊等等这所在时，有专业的知识和导览技巧。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大家可以透过这个活动多来嘉东参观我们的古迹文化。而明年6堆300年的一个游客来到客庄这些导览人员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文化尖兵。今年8月份，嘉东乡农会举办屏东客庄文化观光解说人员的训练课，原底只拍算要找30个导览员，尾啊因为报名的人非常多，落尾阁加增加20个名额。屏东县客家事务处未来也会安排导览认证的考试，希望客家文化结合观光继续通落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观光游览，去日本奈良看鹿仔、饲鹿仔是真出名的一桩行程。不过，当台南嘉义漳州社区，这有古水的鹿仔镜通好看，因为这有通台湾上界大片的鹿仔场，人客也会当看鹿仔散步、饲鹿仔食奶，实在是真趣味。细只的鹿仔会互人牵咧散步，嘛会当饲水、饲奶，拢袂惊车昏，实在介古水。牵着它走路，然后去跟它做一些互动，这样，所以它来的时候，它就不会陌生了。鹿仔已经是嘉义漳州社区的大名称，其实这以早每一户拢有饲鹿仔，到当变成大型的鹿场。即马这个小社区，鹿仔比人较侪，这的鹿仔自细汉就甲人亲近，煞变成社区小旅行的特色。台湾有原生种的一个梅花鹿跟水鹿，所以大家看到这个区块上，像看奈良啊，看到那个马祖啦那边以后大家就想做。因为即马国民旅游兴旺，漳州即阵的活动嘛足抢市，嘛足侪鹿仔的产品，真侪其他社区来探寻，嘛想要饲鹿仔。社区结合观光，甲本地是传统产业的鹿仔开拓更加济路。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已经建设超过30栋的屏东县立图书馆，即站阁重新规范，8月底已经落成。规片新图书馆的范围顶有5架栋，阁是以树林当作主题来建设，也是为一间起予50年的樟仔树包围起来的图书馆。大片的玻璃看会到天地的广阔，也感受会到日头光照入来的温暖。这座起伫咧屏东青溪公园的屏东县立图书馆，8月底规个翻新。即马图书馆也要满足保共需求和年岁的读者。1楼其实就是小朋友跟老人家，2楼就是一般的我们以往的一般的这个图书的空间，在3楼的部分是以青少年的这一种习惯跟他们的一个特质去打造他们属于他们青少年的空间它不用1本1本放，它可以5本一起放。
会晓自动行车的机台，24小时拢无停困，会当一届替民众行几啊本册，真声人目。图书馆内底也有舒适的演艺厅，和35年排湾的石房厝，要互读者不管行到倒，拢有恬静的所在会当读书。即阵因为馆内老地板面积增加，空间变宽，图书馆的馆藏对原本的13万本册增加到40万本，馆内座位也有500席。一进来的一个书香气息，我相信这个书香扑鼻这个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屏东县政府希望这间起伫咧公园内底，经过2年改建的图书馆，会当互民众暂时放下3C 电子产品，散步故时就来这和大自然做阵阅读。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过去电台北发生BIT这款种的狗会攻击别款狗，甚至佫会加人的代志。农委会嘛计划9月底就要移购，包含BIT这款狗，拢总4种透晶狗，拢总禁止进出口。过来若有违法者，会罚金5万到25万。无绑所爱BIT狗，甲厝边乌狗加掉就歹绑，边个人甲伊改公也无效。因为今年BIT狗伤人的案件只有6件，比往年较侪。农委会打算伫9月底有个禁止BIT狗，甲另外3种蓝种的狗输出输入，也个饲养繁殖，违反的罚5万到25万。斗犬的血统，所以它本身的个性在基因上就比较有攻击性的一些基因。农委会原本就规划，包括BIT狗在内6种危险的狗出入公共场所，就要看1公尺半以内所罚。一个挂会透开的喙烟，若要罚3万到15万，但法规正式实施了，业者就袂当搁再卖繁殖。伊若是资本就伫咧饲的BIT狗，主人会当继续饲，严格就要去登记列册管理。性性上是比较凶残一点的，所以我们蛮赞成农委会这样决定。最近新闻常常伫咧报BIT狗攻击事件，大部分拢是主人无注意，或者是无白手造成。农委会上紧伫这个月底有过期是2个月，希望伫今年全部立管。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地球愈来愈烧热，气候变迁的影响，北欧的国家冰岛内底上界大片的冰川，这当阵是以1秒钟扬15万粒的冰无去，这款速度伫咧消失。科学家也烦恼讲，过来较免200年经过，冰岛的冰川行喺度拢总扬了啊。伫冰河顶头行是体验冰岛上热门的活动之一，不过冰岛的冰河受到气候暖化威胁，扬的速度真紧。去年和联合国列入世界遗产冰岛上大瓦特纳冰河，伊的冰层以1秒钟15万公升的速度伫咧消失，一年就131公升，5年了会完全变样。If I came back in 5 years' time, where would I be standing? Probably on ground. This would all have gone? Yeah. The surface is lowering very rapidly. The retreat is about, at this place, is about 100 meters per year. And so in 4 years, yes, you will stand on the soil. 冰岛有11%的面积是冰河，冰河带来丰富的水资源，提供水力发电，也创造观光收益。不过，冰岛人也面临着冰河消失的危机。2014年，冰岛宣告第1条冰河死亡。去年8月，当地人替这条乌鸡冰河办丧礼，看卫星相片。1986年，伊原是规大片，到去年是敢若喷喷的几点啊点。土家本来冰层拢变做石头加土壤。科学家担心，冰岛顶头400多座冰河有可能伫200年内全部拢消失。150, 200 years, more or less, all glaciers will have disappeared. Iceland will more or less be glacier-free. 科学家讲，这样积极对抗气候暖化，又有机会救冰岛的冰河。不过，冰河的生态改变也对冰岛的居民带来正大冲击。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看日本一个本地的设计 kimono， 日本和服出名的设计师，因为这回武汉肺炎的传染症改换落去设计喙罨，佫也真受人欢迎。日本另外也有科技的业者已经开发出会当讲8国语言的智慧型喙罨，咱嘛做伙来看嘛。国际有名的和服设计师高桥李子，甲伊圆形甲第3角度的和服的布料改造做喙罨，3加喙罨的布料的图案，拢甲大家印象中无啥共。
手ぬぐいの生地をたくさん持っているので、それで作ったらどうかなっていうことで提案してで作って送ったんですね。そしたらすごく喜んでもらってで、いろんな方からマスクは作らないんですかっていう話をいただいたので、それであれば少し作ってみようかなっていうところから始まったんですけれども。有东京艺术大学附属学位的江桥女子，无啥希望和传统束缚条花，所以和服的花色拢甲一般传统的无啥共。今年伊本来甲一间新开幕的豪华酒店签约，为设计东京奥运限定的假房浴衫，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也改变需求，豪华浴衫变做翠暗。收入虽然减少，不过伊正乐观，讲希望借这个机会，和各界自翠暗回头去熟悉豪华文化。仕事がなくなるっていうことではなく、逆にものすごくそれで忙しくはなったんですよね。翠暗即马大家拢需要。日本一间智能公司就推出一种智能水暗，会当讲8国嘅语言，讲话变做文字，声音佫会当放大。暑い日が続きますけれど、体調の方はどうですか？ It's going to be a hot day. How are you feeling? Comment est votre condition physique continue, mais quand il fait chaud? これはスマートフォンの画面に出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それからですね、文字をですね翻訳して喋らせる言葉。这种名叫做Surface水暗。有设计一个孔会当透气，袂当冻变多，所以才挂伫咧一般水暗的外口。即马也搁爱互伊的材料袂引起过敏，拍算伫咧年底踮日本上市，计销是一副40美金，差不多台票1180块，已经有落1000张的订单。记者综合报道。关心下半部的天气，各县市温度的关系，咱来看详细。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0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1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30度到35度；金马、澎湖28度到34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头家。今仔日是要叫我来教大家数字啊呢？嘿，我是袂晓啦。不过我会使来教大家一个词：数银仔汤。数银仔汤汉字写作数银仔汤，罗马字写作424。银啊，汤汤，数第1条，银第5条，啊第2条，汤第1条。烧圆啊、铺圆啊、食圆啊，是咱一寡节日的民俗。不过伫台语的语词里，有一款圆啊是袂当食的，就是烧圆啊汤。烧圆仔汤的意思是咧讲，为着猫咪即位，也是报工程的时阵，摕利益去甲竞争的人对换，互因退出，通互家己减少竞争，安尼就叫做烧圆仔汤。伫台湾较常听到的烧圆仔汤有选举甲报工程，不过选举罢免法内底有规定，选举若烧圆仔汤爱红掠去关。这叫做烧圆仔汤条款。我无啦，水果是我种的。
烧圆仔汤拢是为着大利益，才会足侪人唔惊代志逼空、风乖、冒险咧请拼，有时甚至连命都无去，也是唔通安尼才好。人讲分袂平，拍家己高眉，意思是讲，咧分利益嘅时，安怎分，拢会有人感觉无公平，分到尾啊，甚至冤家相拍，冤袂煞，拍袂煞。谢谢，谢谢。佫有一句俗语讲，选举无在乎，用钱买着有，是咧警惕台湾较早的选举现象。民众拢知影啥人咧买票，简单司法机关唔知。例如烧圆仔汤、铺圆仔、逼空、车拼、分袂平，拍家己高眉。选举无在乎，用钱买着有。大家拢知影头家我做人脚踏实地，骨力拍拼。拄着竞争的时阵吼，去甲人烧圆仔汤，我才无爱咧。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